喂，你干嘛呀？找死啊！你都不认识了？大叔，您说您干爹的年龄不干干爹的事儿，别挡着我啊！哎，碰我是吧？不碰我是吧？有一姑娘给你撑腰是吧？还真够爷们儿的。刘可，你又想干嘛呀？哎呀，年纪大了是记性不好啊。喂，我没工夫陪你玩，好吗？赶快给我让开！得，跟你这种人啊，说不到一块儿去。实话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来啊，是为了要给你投资的。给我投资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把你爹啊给你那点钱啊拿去买玩具去了。你这人爹不知好歹啊！要不是受人之托呀，我肯定看你公司倒闭。是爱宝让你这么做的吧？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啊，拿去生活吧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是你让刘可到公司找我的吧？